向坛城诸佛三宝上师仁波切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请就座。开示时，请大众勿喧哗，并将手机转为静音或震动。金巴拉三三罗的达拉三杰中的的杰杰巴达中玛扬达巴拉佐比三杰杰巴达加佐的玛的瓦西的杰巴杰。Para do je vai
三王卷天地气去得满。个巴通外尼米巴对七巴米巴尼瓦拉通巴地通瓦拉顿月巴耶巴南吉索索拉吉这巴拉萨瓦卷天地吉松维觉诺瓦拉利巴拉顿巴尼巴拉中瓦左比三九顿着瓦拉西巴米顿巴米见顿巴达顿巴顿巴有瓦觉瓦吉巴乌提巴切尼勒巴拉ယော巴勒巴拉ယော巴tham巴拉ယော巴tham巴拉ယော巴达拉玛萨维维索切拉巴萨萨维维索切拉巴索南吉巴吉心永永所松千波森贝尼索切拉巴滚多呀森贝尼索切拉巴千波三界原地萨弥迦具吉就根的原地萨弥迦萨弥迦来的森南无门巴汉萨弥迦心多吉瓦修刚在干念作我去南在萨见的来空白顿波阿念吉天的那就结算的自己把出来三草南的公安就对所在把一些将作世界能够这般吉天送那拉面帮公布就去了起来三草先就点把这面的微笑先多这碗就来三草就这是把所满金年年渐渐就来三草公布都接起点把他们接前把东把所那云天中作业接先写来三草大把多家这边过给别没送这就一多等等就去了别进去了就来三草说你周围那样的老巴达拉让都先给他把云的那样三草云上面这拒绝云的上面毛病跟着上面加上面加外的些，那么来面包上面加那么大心多结瓦了修，格玛让人忙面他就买些瓦了修啊，本来老大真大不的是去南的达来南，去南他们解决了son的决的先去别。觉得我把感应把结束前边的给，的话这样没啥钱给我不算做不来，让给生的用送，能接的把人撒也不去所见面多长。三界心多灭。
Kanaya Min Simje Namje Samba Loye Sera Judarva Chujon Tama Dekpa Chuje Kolo Korodosu Ki Chuzuk Zerim Kunondo Ene Shonjuk Semda Ene Tony Koro Heate, Rico Nandos, Kesa de Indu, and Date Wings. 今天按照中心所安排的主题是要来讲解菩提心与空性，所以我们将会略微的跟各位来讲解。他接动，我说的你们开些个人啦。Any chu chepata nyamba. Tendre nangayores, chesa di indu. Ngaron zu tsama. Kalba zambo yimba te hakubores. 总体上，我们在这几天以来，进行了佛法上的听讲，因此必须要理解。其实我们的福缘是极为的良善的。ene sanje ke tamjor nye par kawaya shindu kon. ene chudan treba dele jang kon. ene chu tsub yindu druba dele jang ene kombatin re song yores. Chezan ti indu ngaro za tsame kombindu shi jeba te ene ke chambores. 佛陀也曾经说过。暇满人生甚为难得，而执欲佛法更是难得。能如理如实的予以修持，是更加难得。因此，我们必须要对此能够升起难得想。ene di todo chu hemken kiyana re, nyenken kiyana re, tsame ene chu nyenyen zo jundeyang ene rani kipuk tondo mayimbi ene namke karchab chi semchen tamchi chi tondo yin samjuke shongchum chodo semcheba te ene kechambores。 在这之上，说法者也好，听法者也是，那么都必须要能够知道，听讲佛法并不是为了自己个人而已，而是要思维到遍满虚空的一切有情，为了利益他们而听闻，必须升起这样的殊胜菩提心。ene shongchub semche zi mazimbi ene gewa kandeji 사그요바 예나 아니 게와테 소남 참투기 게완다부지리 마도 아니 용토구요 말레스 未曾以支持菩提心而所积聚的任何的善根，除了只能成为等分的福德之外，那么再也无法再更进一步。 아니 야세 첨부 희와레 shongchub sembe 조발은 유비 나도 gewa yen kun chushin yen do nen rebi jenne sefer njurwani shongchub semchi yonshin takor yang rebi jembe mesin pewer njuru sedu ta shongchub je semda dame to ge tawe mazin bi gewa sawa yena giving rebu lenki menne ene sein logres pena chushin ke ene rebi te ta lenki ke ne ten zolro wa ten on himba ji reish sonyores 佛子吉田菩萨在《入菩萨行论》当中，那么也提到，其余诸善如芭蕉，仅生仅结一次仅结一果而消失。菩提绿树，那么所生出诸善永不灭绝，不虚耗。这个的意思呢是说。 其他所行的诸善将会成为善果，但是它只有那么一次的果报就消失。比方说，就像是芭蕉树一样，
但是有着菩提心的这些善行，则会永无穷尽。아니 shongchup semchi yonshin taboryan rebenjime mesen phabran jurus shongchup semchi tsi sensumbike gewa kandre chiyena ani tin rebute seba meba jisi sanji ju kompong matop ju pardo ani de kon konde ya perhi jendo yoris pena pasam ji yonshin seju de lan rebu katse tsi longje ba yana de zamji ya perdo jire mado ani Ndrebi lenki minsabi huru se loguyo mares petele jananyores。而能够支持菩提心所行持的这些善根所生出之果报是永无穷尽的，一直到证得佛果为止，只会让这些福报不断的增长。这就好比像是如意宝树一样。其果实无论怎么样的享用，除了增长更多之外，永无穷尽，不会因为一次的享用就消失。等着印度，去年刚过世也那嘞，那马这边说给我看着如果有个也那听很多，就说身体他妈身体的很多那些给全部送有的是。因此，无论是在佛法上的听闻，或是任何的时段，在行持任何的善行之前，先具备着前行善妙发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这里上集的三当当你过日子，等这诵读他这种上集的三诵读的，工作上集的三当，那当你的当他们上集的三印度。니가 shongchuk chi samre isi. Yena yang, tela tanda kongtu hyuba yindu, yena ene kunzup ta tong tambi shongchuk chi samsi, nyi sung gyo resi. 那么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来宣讲菩提心与空性。基本上，那么菩提心可分为世俗。以及空性，也就是圣意菩提心，这两者都是菩提心。然而加以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世俗跟圣意这两种的不同。因为当他们上集的三点，让个有了嘛，这把人呢，因为三节去共同的，他都有嘛的是。当他们上集的三点，让个有了，这把谁把来呀？工作上集的三点，换了换过有。如果不升起圣意菩提心的话，是无法证得佛果的。而为了要能够升起圣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又必须先其而升起。他第二年上集的三集过的了，那这是有因素。ene nge samna tiri ene lobjon tondu ma ke korte du zamji shuba yana ngaro tsu samala pento jambo yungre sambudos。因此，今天我将要略微的跟各位来有关菩提心讲解有关菩提心的内容。那么在我个人的想法当中，我想如果能够跟各位讲解修心七要的话，应该会对各位是有帮助的。아니 집동 쇼집 샘 골게 가르세고 나다 냠내 소동 고이나리 아니 쇼집 샘세야 돼 간리질 휴요 바 이나리 아니 쇼집 샘데라 가르세고 나다 이와라서 같은데 마부 휴지요레데 디 코나 휴데발레 소수 아니 냠수 간리질 랭고 요메데 휴나 대치 가르세거나 펜도체그레 삼네 에능게 로종돈드마데 뒤체진 마슈인스。基本上菩提心当然可以分为修持方面的讲解，
以及何谓是菩提心，还有到底它能够区分成哪几种的类别等，这些都可以跟各位来讲解的。但是比较起跟各位讲解这一些，倒不如来跟各位说应该要如何的来赋予修持。我想这对各位产生的利益跟帮助会来得更大。有关于修行七要的这个引导，是由我的根本上师。当然听闻求取佛法的导师有许多位，但主要的我的根本上师有4位。在这4位根本上师的座前，那么其中3位，我曾经一而再三的去求取且获得修行七要的引导。首先是然过丘住仁波切，那么这是从我幼年开始就夜见他，并且在他的跟前受了沙弥戒，也受了菩萨戒，也获得了修心七要的教言引导。同时在其座前，我也获得了许多宁玛派的深奥教法。那么有关于修心七要，大概就获得了3、4次。第2位就是金刚持护主康主法王高藏顿君尼玛的座前，我获得了多次修行七要的引导。在平常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些什么呢？他们说，深奥且广大的教法当然有许多，但是这些教法对自己到底能够产生多少的利益，这个我们完全的不知道。因此，首先来修心，这是最为重要的。而我自己本身，那么也是非常的重视修心这个法门，因此你们也必须要这样的去进行修心。可以说恒常之中，我的根本上师都是这样的来告知我的。파치 멜로니 짠이 그린라 에네 좀 체다 에네 가르세고나 다 랭기도 꿈둘라 짠네 인데 소바레스 계자 대인둘라 뒤단 넘버 탐지도 샘진 연주 돈라 공부를 마도 거리 꼭 게르게 통이 인데지 노고도 삼삼다고
이 자